回事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来上一个学客家话喽。今天带大家上市场买橘子哦。阿兰，橘子甜不甜啊？阿兰，港美有甜么？港美就是橘子，港美有甜么？甜就是甜的意思，有就是有没有啊？有甜么？有甜吗？哎呀，保证甜呐，不甜不要钱呐，保你甜。保你甜，我保证你一定甜。没甜，是钱。没甜，没就是没有的意思。没甜，不甜的话呢，是钱，钱就是 money 钱。没甜，是钱，没有甜不要钱哦。哦，真的哦，好吧，那帮我用塑胶袋装起来吧。老爱用塑胶袋嘅装起来，老爱就是帮我的意思，用就是用的意思。老爱用塑胶袋嘅，塑胶袋嘅就是塑胶袋的意思，塑胶袋嘅装起来，装起来，会了吗？我们今天请到名主播林清荣示范演出哦。阿兰，港美有甜吗？保你甜。冇甜唔是钱哦，我要用塑胶袋给装起来哦，耶！好，徐薇老师要来课后抽考咯。橘子怎么说？港美。很甜怎么说？懂甜。不要钱怎么说？是钱。100分，按自心，下课喽，拜拜。